早晨各位，我係 Laura， 今日係2026年3月26號星期四。Laura Tang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。美國陪審團裁定 Meta、Google 敗訴。川普表示，伊朗領導非常想達成協議。伊朗表示正審查美國停火計劃。烏克蘭稱美國將安全保證同放棄頓巴斯掛鈎。亞洲深受戰爭引發嘅能源危機衝擊，伊朗危機推動油價突破每桶105美元。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。美國針對社群媒體對兒童傷害嘅訴訟迅速增加。早期兩起案件中，陪審團裁定 Meta 同 Google 承擔責任，可能引發上訴並改變科技公司法律保護。喺加州洛杉磯，一名女子因為沉迷 Instagram 同 YouTube 出現憂鬱同自殺念頭，陪審團判兩間公司賠600萬美元。新墨西哥州案件則裁定 Meta 賠3億7500萬美元，原因係誤導年輕用戶並令平台成為兒童性剝削溫床。呢啲判決突破通訊端正法第230條嘅保護。原告將焦點放喺平台設計上，主張傷害來自公司產品機制，而唔係用戶內容。除咗 Meta 同 Google、Snap 同 ByteDance 亦都面臨大量訴訟，集中喺青少年心理健康議題。加州聯邦法院已經有超過2400宗案件審理。法律界認為第230條嘅保護正收緊，未來平台設計相關責任可能唔再受到保障。Roblox 亦面臨130多宗指控。學者高德曼指出，而家被審判嘅係成個網絡，唔止係社群媒體，限見可能上訴到最高法院。大法官托馬斯同戈爾蘇奇曾經警告社群平台將第230條當免責金牌。科技正義法律項目主任奇那教認為，最高法院已經準備處理呢類關鍵案件。美國總統川普週三晚表示，伊朗領導層正同美國接觸，希望結束戰爭。佢話佢哋好想達成協議，但唔敢講，怕俾自己人民或者我哋攻擊。伊朗方面否認正喺度談判。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安表示，目前只係透過中間人傳信息，並唔係正式談判，只係表達立場同警告。白宮指出，美伊接觸仍然進行中，並有進展。新聞秘書利維特表示，外界流傳嘅15點和平方案未經證實，部分屬實，但亦有唔準確嘅資訊，目前唔會公開細節。佢警告，如果伊朗拒絕現實或者唔達成協議，美方將會採取更強嘅行動。川普唔會虛張聲勢。佢指出，伊朗之前嘅誤判已經重創咗佢嘅高層領導同軍事力量。伊朗官員則強硬回應，拒絕美方方案，強調戰爭幾時結束由伊朗決定，前提係佢嘅條件得到滿足。佢哋提出5項停火條件，包括停止攻擊同暗殺、避免未來衝突、支付賠償、全面停火，以及承認霍爾木茲海峽主權。方案被拒絕後，伊朗對以色列發射飛彈同無人機，攻擊波斯灣能源設施。沙烏地阿拉伯同科威特攔截部分攻擊。以色列反擊伊朗軍事同工業目標。據以色列消息，美方方案要求伊朗停止鈾濃縮、交出核材料、拆除核設施、停止支持真主黨、胡塞武裝同哈馬斯，並提供制裁鬆綁作交換。伊朗領事館聲明強調，唔會俾美國決定戰爭結束時間，條件未被接受前唔會談判。國會主席加利巴夫亦否認有實質談判。軍方甚至表示，美國係同自己談判。呢場自2月爆發嘅衝突已經重創伊朗軍事能力。油價曾經因為外交希望短暫回落，但目前仍然每桶約100美元震盪。週四，伊朗對以色列發射多波飛彈。特拉維夫及其他地區響起空襲警報，至少5人受傷。伊朗南部城市班德爾阿巴斯同希拉茲郊區遭襲，造成2名少年死亡。伊斯法罕一所大學建築物亦受到波及。以色列完成對伊朗基礎設施嘅反擊。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喺衝突首日被以色列空襲擊斃，由佢個仔莫伊塔巴接任，但受到攻擊受傷，未曾公開露面。以色列因巴基斯坦請求，將外交部長阿拉基同國會主席阿里巴夫移出打擊名單。伊朗駐伊斯蘭堡大使館表示，會談仍然可能喺巴基斯坦舉行，但尚未確定以色列對伊朗係咪接受美方條件持懷疑態度，並希望保留先發制人打擊權。
衝突造成全球能源衝擊，航運、超市及二手車行成本上升，需求下降，供應鏈中斷，農民缺柴油。若戰事延續至6月，世界糧食計劃估計數千萬人將面臨饑荒。阿布達比 ADNOC 執行長以賈伯稱，伊朗阻塞霍爾木茲海峽為經濟恐怖主義，油價再次飆升，市場對停火嘅樂觀情緒消退。美國中東部隊司令庫珀表示，伊朗無人機同飛彈發射頻率已經下降超過90%。3月20日至23日，民調顯示61%美國人唔贊成對伊朗軍事打擊，35%贊成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路透訪問時表示，美國提出嘅安全保證條件係烏克蘭必須將東部頓巴斯割讓俾俄羅斯。佢話，由於川普專注伊朗衝突，對烏克蘭施壓，希望4年戰爭迅速結束。中東局勢影響川普，佢仍然選擇施壓。今年美、俄、烏喺阿布達比同日內瓦舉行3輪高層會談，試圖結束歐洲自2戰以來最血腥嘅衝突，造成數十萬人死亡。澤倫斯基強調，安全保證至關重要，以防俄羅斯再次攻擊。佢指出，兩大問題未解，邊個出資烏克蘭武器，以及盟國點樣應對未來侵略。澤倫斯基話，美方準備喺烏克蘭撤出頓巴斯時敲定安全保證。雖然未直接參與會談，但佢理解美方立場細節。普京堅持控制頓巴斯，若談判失敗，將以軍事實現。但過去2年進展緩慢，需要大量人力同時間，包括烏軍防守嘅要塞帶。澤倫斯基警告，撤軍會削弱烏克蘭及歐洲安全。原定本月第4輪會談因伊朗衝突延期。佢質疑俄羅斯係咪願意犧牲更多士兵，奪取約6000平方公里，並重申同川普京峰會係解決領土同安全問題、達成和平嘅唯一途徑。對過去同川普緊張，佢話：我唔係朱古力盒或者汽車，唔會因為個人喜好決定。我哋都希望戰爭盡快結束。喺俄軍轟炸後，佢感謝川普提供 Patriot 導彈，供應未停止，但數量仍然唔夠。烏克蘭亦自主生產遠程導彈同無人機，可對俄境內目標深度打擊，回應轟炸。由啤酒、洋芋片到泡麵、玩具同化妝品，亞洲企業同消費者正面臨供應鏈危機。塑料同石油短缺推高價格，日常生活受影響。韓國塑膠薄膜工廠經理崔建秀表示，原料價格漲幅達50%，部分缺貨，公司產量降至平時20%至30%。未來1-2個星期情況可能非常緊張。供應鏈中斷，核心係霍爾木茲海峽，全球約1/5原油同液化天然氣通過呢度。亞洲依賴中東原油、天然氣同燃料，最易受影響。石老油短缺影響塑料、橡膠同其他石化產品，價格已經創新高。韓國泡麵製造商 Samyang Foods 同 Nongshim 都表示，長期戰爭可能導致包裝材料短缺、成本上升。公司正備貨。美妝品牌 Amore Pacific 及容器製造商 Yuwu 正搶購塑料樹脂，但6月後供應唔明。戰爭已經引發全球燃料短缺。企業面臨成本上升、需求下降同供應中斷。日本高島屋警告，危機可能波及服裝同家電。日本 Wasabi 洋芋片因為重油短缺停產。中國合成橡膠產量可能減少1/3。輪胎同手套製造商考慮漲價或者改用天然橡膠。印度瓶裝水成本上升，啤酒商警告供應中斷。高油價亦推高全球汽油、柴油、航空燃料同製造成本。Lear Solutions 表示，石油製品價格全面上漲，供應比價格更重要。消費者擔心價格上漲，已經開始囤貨。週四，由於油價升至每桶$105，加上伊朗否認同美國談判，全球股市下跌，市場對中東戰爭快速停火存疑。美軍可能增派兵力，加上信息唔明，打斷股市3日反彈，亦重燃債市拋售。亞洲股市下跌。菲律賓召開臨時央行會議，歐洲股市同債券亦跌。德國央行稱下月加息係一個選項。
布蘭特原油略高每桶$106，天然氣每兆瓦時54.5歐元，本月分別漲45%同70%。霍爾木茲海峽受阻，全球約1/5嘅石油及液化天然氣流通受影響。德國2年期公債殖利率升至2.67%，美國接近4%，日本創30年新高1.33%。分析師警告，若美軍地面介入，市場恐慌將加劇，資金可能轉向短期公債同黃金。截至美東時間3月25日收盤，三大指數全數回升，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0.66%，報46,429.49；標普500指數上漲0.54%，報6,591.9；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漲0.76%，報21,929.83。亞洲市場續跌，日經跌0.3%，KOSPI 跌3.2%，恒生跌1.9%，中國藍籌跌1.3%，MSCI 亞太股指本月跌9.5%，美元本月漲約2%，黃金跌逾16%，但仍比去年高約50%。投資專家認為，能源價格短期內仍然可能高企。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，我係 Laura。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，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，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。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，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。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，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。